分享我们非常好的健康讯息、长寿讯息，给我们全国的民众知道彰化市的影响世界。真的都非常感谢所有的长者平时对于我们社区的付出，以及在他们的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我们的中央社区，谢谢我们的吴理事长。那今天连来很牛当中，阿多来生，谢谢我们的张成宇张乡长，谢谢乡长。好，那接下来，所以今天特别要恭喜我们的县长，为我们13个名单收为阿公阿妈，恭喜小慧老师阿妹好。发展我们的关怀据点，一直到10月底，咱已经有233点的关怀据点。那一家爱来感谢伫咱社区理事长甲咱的这个志工朋友到带动之下，和咱的长辈伫遮有法度呢行出家庭，伫遮受到上好的照顾。那要安尼，大家开始有一寡相关的课程和咱的长辈会使讲发现他们的多才多姿。那特别是我们长者都有他们的专业，有他们过去的这个历史背景的一些才华咱透过长者为师的这个部分比如讲因会使提出因过去的拿手菜啦，甲咱过去庄头内的这个报家挑出来那过去我们有做了相关的社区的这个食的部分的培训那今年度我们又增加了所谓的这个半日游的这个部分，就是你会使甲咱的这个社区内底，包括食的物还是包括咱的景点，还是包括咱的这个宝贝拢甲挖出来，希望会使有半工以上的这个旅游行程那透过安尼会使带动一寡少年人或者来咱的地方那共同来创作。那么因为安尼，和咱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长辈跟年轻人的这个代沟的部分也能够消弭掉。那最主要引进我们年轻人进来让这个社区也能够更加的有活力那等于是我们老青一起来经营我们的社区，让社区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温馨的一个这个效果，也让长辈能够更加的这个有自信因为袂讲因为我就老都无好去事实上透过安尼长者为师的部分，和咱的长辈增加的这个有活力咱最近看到咱的长辈一款表演，咱讲真是90外岁，还是讲80外、90外，实在看不出讲因迄种年纪那我想跳活就是要透过我们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社区的理事长跟志工们的一个努力真的让我们长辈就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就地安养，而且还能够创造我们社区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出来。这个菜哎呦，我直接问一个人那个团队，大家讲那个教育是大家小参详，会当